除非你入咗籍啦，如果唔係，你手上揸住嘅永久居留權咧，其實只係一張簽證嚟嘅啫，佢係可以完完全全取消你嘅。講真，同等於你揸住張旅遊簽一樣，佢都可以取消你。咁 PR 都一樣可以取消。咁但係究竟咩情況下係會令到你個永久居留權被取消呢？例如最大、最多、最 common 嘅原因，第一個比較多人中嘅原因咧，其實就係品格測試，例如 commit 咗 domestic violence 啦，即係有家庭暴力啦，或者話有暴力性罪行啦，甚至你飲大咗揸車，然後 under influence， 然後俾人判守行為12個月，甚至嚴重啲嘅某啲原因坐監12個月咧，都有可能令到內政部會出一份通知書話我準備要取消你個簽證啦。咁通常你揸住你話要解釋，咁點解釋啫？佢話陳大文，我見到你有犯罪記錄喎，而你啱啱俾人判咗，而家坐緊喎，坐18個月喎，咁啊，我準備取消你簽證啦。你話拗點拗啊？我做律師我都好難拗啊，因為佢嘅要求12個月，咁你坐緊18個月點拗啫？咁呢個有可能係會令到你個簽證被取消嘅。